喺貝澳附近嘅水口灣係一個泥灘，亦都係熱門嘅摸蜆地點。水口灣對上嘅山坡屬於政府土地，有人種植咗大量菠蘿。告示牌寫明係私人果園。再向前行大約50米，我哋發現有人將山坡削平，擺放咗4部大型露營車，每部車都固定喺石屎地台上面，亦都接駁咗污水渠同埋設有冷氣。從車窗望入去，見到車內設備齊全，有廚房、廁所同梳化。附近仲有一架鏟泥車，相信係用嚟開墾土地。果園出面有大量被砍伐嘅樹木，而多個告示就列明呢一度係政府土地，任何人非法佔用又或者開墾都屬於違法。地政署回覆查詢指，呢幅出租土地係用作耕種用途。職員上個月20號曾經到現場視察，發現有人擺放車輛同埋興建構築物，違反牌照條例。地政署會採取跟進行動。我哋現正聯絡果園嘅負責人，不過暫時未有回覆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道。